兄姐妹平安。信息题目：亲爱朋友耶稣。圣经放在那主他大能箴言18章24节，保禄古沙方阿兹方都萨波瑞了不是八阿都谢。乌巴德拉塞萨奈阿吉威上伊乌萨卡西本宁拉乌道路路爱古嘎拉威上伊尼卡嘎诺乌顿古尼嘎那爱。这位比弟兄姐妹更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他想跟我们做知心的朋友，他可想与我们越来越亲密。人因着渴望友谊，所以滥交朋友，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结果自取败坏。其实我们可以因着与耶稣有亲密的友谊，而得到完全的满足。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所提到的经文。耶稣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向我们表明他至死不渝的爱。他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将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与我们分享他的心事。我们若想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必须100%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吩咐。我们若觉得无法完全遵行主的吩咐，就快点奉主的名向天父求帮助，求能力，求资源。天父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使我们能在爱中顺服主，为主多结果子。关系先于侍奉和工作。我们生命中第一要紧的是先与主建立朋友般的亲密关系，而且越来越亲密，然后与主同心同行，按着主所吩咐的去工作、侍奉，为主结果子。有位25岁的年轻牧师，7年内建立了一间有1500多位会友的教会。他觉得自己跟主关系还不错，所以能这样为主结果子。然后主吩咐他把教会交给别人，叫他去另一个地方服侍。他很难接受主的吩咐，因目前一切都很好，他每时每刻都在和主摔跤，无法祷告或敬拜，
心中没有平安。2周之后，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情形。有一天半夜，他告诉主，我会遵行你的吩咐，心中立刻充满了主甜蜜的爱。他花好几天的时间与主有更进一步的相交，日后显明主的安排是为了让他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今日的教会并未像父神那般爱耶稣，但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我们必须进入父神对耶稣的爱，常常浸泡在父和子的爱中，里面充满爱的喜乐和主的喜乐，这样我们才能以神的爱去爱人，爱灵魂，并彼此相爱，多结爱的果子。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才能以父神爱他儿子耶稣那般的爱去爱耶稣。耶稣可想我们做他永远的朋友，永恒的伴侣。耶稣对我们充满圣洁的热爱，所以他乐意吸引我们的心，与他越来越亲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根本无法接近他。他为着与我们有更亲密的关系而上十字架，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被主舍命的爱感动，乐意爱主所爱，照主所吩咐的去行，说主所说，做主所做，就能常在主的爱中，做主的朋友。我们的工作侍奉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也不是为了要借此赢得主的爱。我们被主舍命的爱吸引，让己消失在主爱的海洋中，全人倒空，从头到脚被主的爱充满，像茶壶被水充满。遇见口渴的人，主就把我们里面满溢的水倒一些出去。我们乐意倾尽所有为主耶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被你舍命的爱感动，乐意爱主所爱，照主所吩咐的去行，说主所说，做主所做，就能常在主的爱中，做主的朋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是我的避难所，我不会离开。然后，但是那不一定，然后要来去摩西，咱们那个那个要那个后裔去摩西，给大家是到上面去干嘛？在那那里，别那我来要你说，我来我到啊。Amen.
Kyrios